教你 Gemini 5個打工仔必用技巧啦。呢家香港開始唔使用 VPN 用到 Gemini 啦。第一招啦，一鍵生成 PPT，只要開 Canvas 模式直接講，例如幫我生成一個銀行職員點避免俾 AI 取代嘅10頁 PPT，要埋圖同主題，佢會連圖帶字整好晒，仲可以一鍵匯出去 Google Slides。第二招，串連 Notebook LM，幾十份 PDF、報價單、單據等等，睇到頭暈。將檔案放入 Notebook LM，再係 Gemini 串連入嚟，叫 Gemini 幫你出份超詳細報告同交叉分析，即刻睇到晒成盤數。第三招，錄音秒變 Meeting Minutes 或者會議記錄。直接將段開會錄音調入去 Gemini，佢識自動幫你聽翻，仲會整理成重點筆記同會議記錄，以後唔使自己打字打到手軟。咁第四招，創造專屬 Gems 助手，你可以自定一個專屬你嘅 AI 助手，例如 set 一個西客 email 回覆專員或者 marketing 助手咧，以後有咩麻煩嘢直接交俾佢處理嘅。第五招，超強改圖功能做 event 廣告，想睇下將廣告圖擺落現場係點？用佢最新嘅 Nano Banana 2同埋 Pro 改圖模型，直接幫你改圖兼預覽現場效果，俾埋老闆睇超方便。想知更多技巧及教學，留言 G 同 follow 發你啦。